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毋知你过一年了后有较勇，还是大考，还是较漂泊，较少年吼？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特别上帝主，阮满心感谢着你，互阮伫新的一冬会开始做伙来敬拜。主，阮来到你圣殿，恳求你拍开阮属灵的耳孔甲目睭。互阮会当领受上帝话，伫新的一冬内面有新的愿望，有上帝来新的意象，互阮会当领受上帝气力来行头前的路程。主，阮感谢学到你无煞，阿门。今日要分享是有但以理的神迹。新的一冬内底，你毋知有新的神迹无？对咱的这教会来讲，也是社会来讲，咱最近拢强调世代传承，青少年真重要。咱来看这世代，甲咱以前的世代无共款。咱看即摆有 AI 人造智慧对无？这无共款哦。以前我伫读册时吼，有这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电脑 PC 开始啊。我甲发现我电脑真好用，过来换有手机啊。即摆有啥 AI 对无？AI 有好用无 ？AI 会当写歌，会使写歌词，会当写啥，拢会当做。画图嘛会使，哇，这真好用。但是呢，这嘛是对咱青少年来讲，这是真大的挑战。咱对着世界价值观，对着真理的判断，可能这是面临一个真大挑战。比如来讲，人造智慧中间有这 DeepSeek 是中国做的呢。你去看伊的资料，台湾是民主独立的国家吗？甲去查 ChatGPT 得到的答案可能无共款哦。但是咱都知影，这人造智慧 AI， 你若灌愈侪资料是我掌握、我主导的。伊出来资料就是提供者，愈侪提供者互伊，伊就提供你，这是即摆潮流所讲的代志。所以，咱来使用 ChatGPT， 使用这人造智慧，爱有智慧呢，毋通拢信的。内底资料讲甲非常有道理，但是有的是黑白讲的。那有一天，所有的资料内底拢是耶稣是真好的老师，伊毋是救世主。可能少年仔讲这耶稣可能是一个真好的老师，尔定毋是救主，毋是上帝囝，嘛有可能啊。所以这人造智慧 AI， 咱伫使用时，可能是反转咱过去所想象的，但是按真谨慎来使用以外，其实咱青少年嘛真大挑战啊。伊即摆用这 AI 会当写功课、做作业、做真侪代志，但是呢，无形的中间有一毋是真理的价值观，藏伫因的心内呢。今日咱讲，咱这世代真正需要有但以理的心智的人。这但以理的心智的人，就是面对世界引诱的这少年人，拒绝这世界价值观。咱拄仔所长老在读经文中间，伊讲王啊，互这命令讲恁即群人吼，食的、穿的、用的啊，你所食的酒啊、食米啊，王提供的应该上介好啊，对无？但是伊这三个人甲但以讲，无，我无要食王宫所有的物件，为什么？王宫的物件有可能是安那？这酒拜过偶像的，食米中间有猪肉。对犹太人来讲，这是欠算无清气的食物啊，袂使，这甲信仰有关系啊。所以因拒绝王所准备的这食物。这总管啊，来讲袂使，若你出啥问题，我斩头呢。但是因无得惊，因说你互我试看卖，你互我试看卖。面对世界引诱。这青少年其实有真正偏差的想法，是这媒体来的、网络来的。
但是要有真理，因才会当拒绝这世界引诱，尤其是宗教信仰顶头。咱看到伫巴比伦哦，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以色列了后，将这少年人拢掠去巴比伦，真做因的妻用。这4个人看起来敢若真好哦，这是其实因就是奴隶啦，互王来使用的奴隶尔定。虽然是讲文职做文的做服侍王，但是什么拢会晓呢？会晓因的历史、地理，真侪智慧会当爱因去学习，尤其是文理、语言爱重新学习。这巴比伦的语言，伊爱对头开始学这语言，甚至当这外邦巴比伦人化但以理名时，嘛毋是用的本名。但以理本来的名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改名了后，伊讲比列保护伊的性命。比列保护伊的性命是啥物意思？比列是这巴比伦神明上大神迄位呢？所以因改名了，甚至伫信用价值观中受到挑战。别人叫你的名，甲过去上帝透过伊的父母甲伊号名的意思拢无共款。但是呢，因非常勇敢。面对这世界挑战，虽然是奴隶，但是强调因的信仰，多多敬拜上帝。这食物我无要食，你互我青菜、水，安尼就好啊。这是真好的信仰的宣告，嘛是真大挑战。咱的这个世代青少年有真侪引诱的所在啊！以前咧看册时，看这小说，还是看这无好的物件，还是看这色情的物件时，哦，一本细本偷看，即马每一人手机拢会看会到。这对少年人来讲，这是真大引诱啊！价值观无共款，有钱就好，会当享受就好，这是真正的挑战。但是呢，这4个人因下决心坚持伊的信仰。但是坚持了，真大考验啊！你若看规个但以理书中间，第1章记载伊甲伊3个朋友拒绝王所准备的好款待食物。但是呢，第3章有记载，就是但以理伊的朋友面临的挑战，就是王下一道命令，就是爱拜伊所采的金像啊。但是这3个朋友拢无爱。拒绝这王所采这金像，讲你拜你的神，我甲我无关系。若是我后悔小事，我嘛甘愿。第6章论到但以理照着平常的习惯，一天祈祷3遍，门拍开，往耶路撒冷祈祷上帝。但是呢，王讲若往别的神来。发布一个命令，讲往别神来祈求的，就要放在西坑内底。但是因拢唔惊，因虽然有真大挑战、真大试炼，但是犹原徛在伫信仰。我时常爱鼓励咱的真做长辈、父母、阿公阿嬷的，唔知你的囝儿、你的媳妇。青少年拄到信仰困难时，你是有坚持信仰吗？还是讲无要紧？这时代无共，这就是一合理化，无照真理的合理化来度过就好啊。礼拜爱做礼拜无？无要紧啊，考试无要紧啊，要联考啊，要考大学无要紧，即马无去无要紧，上帝赦免。你有讲过即款的话无？无要紧啦，上帝体谅啦，即马足危机的时间好我准备考试就好。那但你迄个时代伊面临战头诶，头壳剁掉呢。你也莫讲上帝拢知影你的辛苦，上帝知影你困难，无要紧啦，这非常时期你好好读册就好啊嘛。应该毋是吧？咱的信仰应该毋是安尼吧？我看到咱这世代，甲但以理的世代共款有无共款挑战？
拜偶像的挑战，祈祷的挑战，祈祷其他神明，这是咱的文化无共款的。咱拢拜，咱教会内底是敬拜上帝，拜耶稣。咱的民间信仰是拜其他神明啊，有真大的冲突的所在啊。但以理若无拜，下伫这三亚溪内面。但是呢，我们看到因经验到上帝保守啊，但咱的青少年真侪考验啊。头一个考验可能是互这东坡中间起笑啊，你信上帝吼啊？礼拜为啥袂当来做伙佚佗的？啊，你是牧师的囝吼？牧师应该无囝啊？伊是讲阮爸是神父咧，神父哪有囝？伊拢起笑啊！啊，礼拜啊，你都足奇怪。啊，讲做歹代志就求主赦免，拢无代志。输我食，输我穿，输我欠钱免还，拢会互笑对无？这是青少年有诶挑战。你好好读册是讲，你是基督徒的野手。啊，老师问你一寡问题，基督教的历史，啊，基督教教会嘛做真侪无好诶代志。这是真大诶挑战啊！过来，升学主义啊！每一年考大学了后，大家都开始讲哦，要考倒一间学校啊，考校。即摆考大学无真简单啦。过去真困难，但是即摆同款有升学主义的这样捆绑。有一个老师吼，伫学校做心理辅导，伊时常足艰苦。伊听到学生互老师骂，互父母骂啊，你也袂晓读册，你也考试拢考无好。伊就感觉我家己无价值，无人听，无需要活着即个世间。这辅导老师伫辅导这10档的中间，时常听到囡仔心灵内底破碎的声音啊！伊讲我就是袂晓读册啊，我啥拢袂晓，我对不起我的老爸老母咧。会晓读册，袂晓读册，甲恁老爸老母有啥关系？应该是你的老爸老母害的啊！ DNA 无好啊，敢毋是咧？为什么因的心内底想法是讲我对不起我的老爸老母？因为错误的价值观啊！这辅导老师真伤心啊！伫学校时常听到老师咧骂，转去讲互父母骂袂晓读册。其实会晓读册，甲袂晓读册，甲你来教会嘛无关系啊。 但是每一届我看到迄数字啊，第一届考试啊，每一个有一寡人就无来教会，礼拜嘛无小组。考大学的高三的时，迄群人都无去啊。我心内底真艰苦啊！咱的信仰的价值观，敢有超过这世俗价值观？你讲拢无要紧，我讲你的囝儿、你的孙。 你甲讲拢无要紧，以后就对，这信仰是残酷尔。伊都无都经验到上帝稳定甲同在，但以理因下决心，拒绝这世俗，拒绝这无好的信仰，是无着生命危险的。但是咱这个世代，因真侪无共款价值观来吞噬咱的青少年，尤其是基督徒青少年。 伫教会，咱的价值观应该甲外口无共款。外口的是金钱的价值观，物质享受的价值观。伫物质要你读什么学校，你读什么科系这 AI 较趁钱，电机的较趁钱，什么较趁钱的尽量去读。你有问过上帝无？你这囝，你这孙？ 上帝要怎样来使用伊的生命？你捌问过创造伊的主宰无？毋是讲咱就看到这会当趁钱的尽量去趁。那上帝要呼召伊做牧师，还是做医生，还是做律师？你着照上帝意思甲心意，毋是照着咱家己意思。即摆生阿姨去杀人愈来愈少啊！ 想要去做魔术，魔术就忝的，对不对？
啊，无事无好做，啊，无事车体嘛无关，卖，啊，若恁囝恁孙甲你讲，我要做无事，啊，好好考虑啦。啊，你要读电机啊，尽量去无要紧啊。这是扭曲的价值观。要怎样读册？照着是上帝意思去好好读册。要怎样行人生的方向？应该是上帝来引带带领。但是呢，咱的社会，互咱青少年真侪压力啊！啊，你读倒一间学校？啊，你读倒什么科系？啊，迄个科系无效啦！啊，迄个科系无出头啦！若是上帝要使用伊读这个科系，真做上帝所使用的萝卜，你就爱照上帝意思。第四项，台湾民间宗教甲文化冲击甲压力。最近开工对无？啊，即个公司咪放炮啊，伫遐拜偶像对无？就是安尼啊。你公司上班啊，人讲啊，这公司老板交代，大家拢爱拜，啊，你爱拜无？啊，家庭中间，我昨嘛甲即个青少年在沟通，有一个人来到教会，感觉这信仰袂歹，但是父母反对啊，要怎处理？这是真大的挑战。伫学校中间要考大学，要考高中，啊，这学校拢会宣布讲啊，明仔咱的学校家长会啊，咱学校准备啊，要去庙内底拜拜，互恁调整哦。啊，你要交这资料出去无？要答应去无？咱信主耶稣的人，咱坚持咱的信仰甲价值观啊。我鼓励咱的教会这些家长讲，因去拜因的，恁囝嘛啦，留伫班上家己读册啊。你去庙内底是因的代志，甲咱无关系啊。青少年有真侪冲击，社会价值观错误的冲击，递到因有真侪考验。但是咧，咱看到但以理甲伊的朋友，伊讲若王啊。我无拜这偶像，无拜你财经上。你嘛，那我相信上帝拯救我。那上帝若无拯救我，我嘛无拜你所财的神明。哇，这是真重要宣告。若是上帝无拯救我，我嘛无拜你所财的这金像的。这是真勇敢的表现呢。有当时咱讲啊，主要说你定保守我嘛，无代志。但是你顺服上帝旨意，照上帝话去做，有当时有真大挑战啊。但以理甲的朋友有挑战无？但以理好像等去三溪内底，伊的朋友互这火，烈火伫遐烧，油烈火伫遐烧到足旺的呢。当因王讲这代志了后，王足生气呢，加倍7倍，这火更较旺、更较大，敢烧呢。若是你继续坚持你的信仰，你才我都去领受经验到上帝同在。那你停落来，你轮咧，你唔敢头前去行，你都无都经验到上帝恩典甲生涯技术啊。咱时常教示咱的青少年讲，你要信耶稣，为什么伊要信耶稣？伊看你所做的代志就表现出无信耶稣的款式啦。伊为什么要信耶稣？对你信耶稣？咱做家长长辈的人，咱的性命爱有一个好的模范，唔通拍败这世界势力，甲这偶像的崇拜，这是无形的哦，无一定是有形的哦。有形的形体哦，袂当去庙拜，大家拢嘛知。但是无形的偶像的崇拜，才是真最咱的挑战。你若论呢？你若讲啊，这无要紧啦，啊，恁头家就讲啊，这缀人拜无要紧啦，无你的代志，敢是安尼处理嘛？啊，你无去拜吼，公司的人看紧你啦，啊，大家对你无好啦，头家甲你点名做记号，以后要升官都无可能。是缀人拜无要紧啦，是安尼吗？有真侪人啊，伊就祈祷。
主啊，我就无爱参与这拜拜中间，求你予我有智慧，怎样甲头家来讲。但是有人就经验到上帝同在啊，虽然无去拜，但是伊公司的表现真好啊。你看王啊，巴比伦王啊，甲其他的人都看到这四个人是怎样在款待，这是奴隶呢。阮请的这奴隶呢，但是呢，上帝甲这四个人同在，互因不断伫试验中间经验到上帝恩典。所以，咱的信仰是会当经验的。为什么有一寡青少年无经验到上帝临在？是咱的毋对，咱甲主动啊！咱照咱家己意思去理解啊，无要紧，无要紧啊，拢会使，拢会使，无要紧。社会拢安尼，无要紧，咱基督徒咯嘛，安尼嘛无要紧。所以我都经验到上帝同在。你也知影，但以你甲朋友是生甲死两条路尔。你也讲啊，但以你无要紧啦，你真头脑真好啦，才华真好啊，上帝阁互你恩赐，无要紧啦，王讲啥你就听伊的就好啊。啊，你偶像吼罔拜啦，啊，你就心内底无得拜，啊，比一个意思就好啊，是毋是安尼？应该毋是吧？咱若安尼帮咱教示咱的囝儿，可能伊无法度经验到但以理甲伊三个朋友怎样伫上帝同在中间得到保守。咱最近讲到野球的职业野球的比赛，中间有一个选手叫周思齐，周思齐兄弟吼，伊是一个原住民，啊，伊对花莲吼伫遐读册高中校队吼。啊，诚做一个真出名的这野球的选手。你也知影，有一段时间吼，中华职棒有一个人讲黑暗时期啊，黑暗的时期啊，安怎？就是有迄跋筊的、歹筊的啊，春夜黑道的掌管这球团啊，因吼拍球的时讲，超过讲你超过你拍输啦，安尼我互你一笔钱啊。黑头的车吼开到恁兜头前，请你来坐一个，车顶有100万现金，边仔有庆记，啊，你要食倒一款？啊，是你咧？伊是一个原住民啊，对花莲过来原住民啊，职业的选手啊，基督徒啊，啊，咱讲对咱信仰来讲，应该是爱拒绝这个物件吧？黑道甲恐吓100万，也是你的性命，也是讲引起旅馆拍野球的这选手吼，住伫旅馆旅社中间吼，这黑道就派这美女啊，走去甲交代啊，因拢爱拒绝的，基督徒爱拒绝，啊，其他人无一定啊。伫迄个时代，黑暗的时期，伊讲。我靠！伊的信仰行过这黑暗时期，伫拍球的中间，当然大家看啊，我这无接到。伊的球队的朋友讲：你是毋是嘛？互这黑道收买去啊？你互乌西去啊？啊，大家咧想讲你是毋是有问题啊？啊，无问题，变做互人怀疑有问题。对伊信仰的路程来讲，伊就是坚持的信仰。我接受这黑道来使用，真做一个阴光上帝基督徒，所以伊退休的时候，2天吼8万人参加伊退休的这个比赛，大家拢去看。但是伊伫球队中间，不只是真好拍球，伊是真做这无信耶稣的人的好的见证。伊坚持啊，你要生还是要死？你要坚持，还是活伫上帝旨意中间？第三，上帝是历史真正的主导者。在咱读经文第1节到第3节中间讲，犹大王啊，约雅敬王第3年的中间，巴比伦王攻打耶路撒冷，
围城，这是出自什么人的意思？你讲哦，巴比伦真强啊，所以一定拍赢这以色列啊。我是上帝温准的，上帝互这人受掠，上帝互这圣的物件互这巴比伦人提去的，是上帝温准因经一寡这青少年加做因的努力啊。掠去巴比伦的所在，这上帝温准啊。你也看。但以理书第2章21节嘛，同款啊，讲色列王、废王拢是上帝在主导，所以你莫看哦，这间公司真好，迄个国家真强，遐色列偌强的，咱袂当来甲抵抗。你也知影，历史的主宰是咱的上帝，唔通只有惊，唔通惊迄看会到的关系。爱行迄看袂到背后的上帝，咱爱敬畏看袂到的上帝，毋是行遐迄看会到的势力。不管某一个国家偌尼强，拢是伫上帝掌握的中间。巴比伦王国对因来讲，这帝国是上界强的，世界强伫迄个年代，但是上帝。犹原掌权伫迄个世代，咱帮咱、咱教示、咱的囝儿、咱的施世、咱青少年，世界转变，世界趋势是上帝在掌权，毋是只有看新闻啊，毋是只有看你目睭所看到，却是忽略着上帝旨意、上帝领你、上帝背后迄个稳定甲疼痛。但是但以理知影，历史的主宰是上帝。伊经历真济王啊，每一代王拢真厉害，但是拢过去，只有上帝永远存在。第4点，上帝保护守事稳定，互这青少年有好稳定，互遐有地位啊。上帝互这4个青少年精通各种的文献学问啊。佮守事但以理有解释异象甲异梦的即款的才能啊！会当解释异象甲异梦，那是毋是学着会晓呢？这是上帝互伊的工具啊，互伊文字，互伊稳定啊。无面对王，甚至要抬头啊，你要解释？王所梦到的梦，因无法度解释啊。其他宗教的这神明嘛，无多解释啊。只有上帝知影未来是怎样，未来是什么意思？你去看但以理书中间有真济讲到，哇塞，讲到迄个年代每一个王国，上帝怎样看待这王国？但是呢，上帝要保守守事每一个专心军队伊敬拜伊的人。咱来训练咱的青少年，咱的后一代，就是爱。专心军队上帝，上帝自然保守照顾。第3章第25节，其实王就看到讲，啊，你要拜个金像吼，我就把你拔起来，放火甲你烧。伫这烧中间，烟火烧甲这烧甲非常的厉害，但是这王看到个那但以理。伊3个朋友迄伫这火药的中间，烧甲非常厉害。咱有第4个人伫遐，你个人看起来敢若像就是神诶，这是什么意思？这表示敢若伫火烧中间可能是天使啊！伫火烧中间保守但以理伊3个朋友啊，火烧甲真旺，但是因人拢无代志。王非常生气，规把火。放火干烧袂死，上帝差派天使来保守帮咱这3个人，但是王看到4个人，哦，惊到要死。无论这关系偌尼大，无这王国偌尼厉害，但是拢伫上帝掌管。咱来帮咱来青少年教示因、引传因，赶见证上帝是唯一主。你军队上帝
上帝保守，守守你官兵，守守你文书。第五项，咱来专心来装备下一代的但以理。箴言第3章第5节到第7节，安尼讲，你要专心仰望上主，唔通挖靠家己聪明。无论做什么代志，都以上主的旨意做重点。伊就会指示你行正路，唔通自作聪明，就爱敬畏上主，决绝做遐歹。我相信咱来训练一辈人，是要仰望上主，无挖靠家己的聪明才调。无论做什么代志，以上帝旨意做第一好的，敬畏主。行正路，决绝做歹。我相信但以理甲伊的朋友就是安尼。咱来训练咱后一代有但以理的心智。要怎样训练？头一项，要建立因甲帮助因建立甲上帝亲密的关系。你甲上帝关系有好无？有无？咱拢无咧讲话，可能关系就歹对无？咱甲咱的孙靠话头讲，还是甲囝？可能大部拢孙啦吼。孙要沟通的时拢笑眯眯，咱拢笑嗨嗨。囝拢是爱管，我甲你讲，你袂使安尼。大部拢是安尼啦。但是咱甲上帝关系吼，有好无？哇，关系爱好啊，时常交配啊。透过耶稣基督，咱甲上帝嘛有美好的关系啊。但是呢，这关系平常时就要建立就好啊。我有一届经验，旧年圣诞节，阮的大专的学生要办一个圣诞活动。即摆大专生拢真巧，头脑真好，讲话真有才调。伫开会嘛，大家开会讲圣诞节要怎样办呢？庆祝主耶稣生日。有人就讲安尼，有人讲安尼，每一人拢讲真有道理。要开始准备冤家要听什么人的？我就该提醒讲你毋是逐礼拜伫遐 RPG 礼拜无 Play Group， 就是因大专生时常做伙伫遐祈祷，一礼拜一遍，大家组织伫遐祈祷，3个人一组4个人一组嘛拢会使。我讲恁逐礼拜祈祷，拄着代志，你袂祈求上帝心意吗？你若无祈祷祈求上帝心意，因讲对吼。咱即时做伙来祈祷，开会中间做伙祈祷。主啊，求你启示，求你帮助。这圣诞节是庆祝耶稣你的生日，也不是我的啊。要怎样做？开始有人祈祷，就领受讲，我看到树啊，我看到青翠的草坡，我看到安怎。有人讲安尼可能是某一间学校，迄间学校就是你所讲的描写安尼。所以阮就去迄边所在聚会，耶华礼拜庆祝主耶稣生日。无一定伫教会礼拜堂内底啊，敢袂使？会使啊。但是本来讨论开会开到20几分、30几分都无结论啊，祈祷5分钟就解决。大家平常时就甲主耶稣、甲上帝有建立美好关系，祈祷的是大家就领受共款对上帝来意向，所做上帝就成就啊。我去真正迄天惊到天气虽然寒冷，拢无落雨，什么人掌握天气？咱就特别上帝。伫遐聚会，大家拢足欢喜，活动嘛办甲足好诶，大家足欢喜诶。但是若无祈祷，因若无做伙祈祷，因若平常时甲上帝无关系，可能伊无法度经验到上帝恩典。第2项，互因找到生命中间的属灵的导师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别人帮衬啊！什么人是真做咱生命中间属灵的导师？我就盼望咱的在座每一个长辈，拢真做咱青少年生命中间的导师啊！的老师啊！但是咱先改变咱家己啊，互因有通学习的所在。拄我讲迄个故事这周思齐这兄弟伊讲伊本来伫花莲读册，到伫这高雄高万工商伫读册，
伊个球队吼，国中是10几个尔，球队10几个，国中差不多野球十几个尔。伊讲到伫高雄高苑工商读册时吼，煞惊着伊个球队野球队有偌济队员，你知影？400几个，分做3队 A、B、C 3队啊。伊讲伊带去时吼，嘛无啥会晓拍，啊，逐个拢足厉害。伊个朋友，伊个同学，马上走去 A 队，啊，伊就是 C 队，C 队咧创啥？你知影？帮 A 队做代志，落雨天，场所等去油头骹去水啦。啊，伊讲啊，我来遮是要创啥？做四期兄弟，伊就是讲，我来遮创啥？我到底要继续拍这个野球吗？啊，我人生安尼就无，啊，我无转去花莲好啊，啊，花莲转去嘛，毋知要创啥？伊训练真做一个拍球的人，嘛毋知要创啥？啊，就祈祷。你也知影，对高苑工商到这市区吼，因学校真远啦，咱去过拢知，伫迄市区真远。啊，伊要去市区吼，啊无钱嘛，啊，伊就砸车，啊砸车砸着啥物人的车？通常是毋是歹人的车，就是无输的车啦。通常迄种歹人会停，甲无输团队会停尔。啊，伊就揸着迄无输的车，啊无输吼，团队就甲因照顾，带去教会。啊，对伊细汉的印象就是安那，教会真好啊，有通好食啊，有通好佚佗啊。啊，原住民嘛，拢都对细汉都会去教会，伊就缀啊，就是无输带伊去教会。啊，输费如无输吼，就引带伊信仰中间起造伊的信仰。学徒挑战来时吼，嘛时常伫通电话祈祷。少年的时拍球无顺利，对4队吼，第3队上无效的，直直做伙读经祈祷，互伊信心。牧师提起伊一项代志，讲人生上界重要是影响力，是看重上帝，将家己放伫职场中间，迄个积分。若伫球场顶头看重家己价值，超过伊价值。但太在意这价值，就失去价值的追求。爱努力，才做有价值的人。这真重要。球员哦，你用偌济钱甲拼，那是价值。你的生命的态度，你怎有在拍球，是你的积分，是你的价值，毋是价值。别人会当用钱甲你买。但是袂当买你的信用，嘛袂当买你的品格。牧师甲因帮助，互伊的生命改变，就专心我靠上帝。后来对 C 队，加做 A 队，加做一个职业的选手，到伊退休。所以这当伊拄着这乌道来挑战时，伊这因为生命中间有这无事间斗骹手帮忙啊，所以这重要。咱栽培咱后一代，爱互伊正确真理的价值啊。我拄仔讲的迄个苏牧师，就是平常时就是甲这拍球的选手做伙开讲，用上帝话来甲因教示圣经的道理、故事，甲因分享，帮助因。所以这做四师兄弟，就不断透过安尼训练真理的教导，互伊养成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生命甲态度。学倒来伊毋惊，伊讲我轻调上帝心意啊。第4项，咱会组织属灵的好同伴来彼此来激励。咱教会青少年有小组，咱组织这好的属灵的同伴帮助伊。因为遐外口无信仰，所以价值观甲教会是差真济。咱爱帮助伊信仰的起造，互伊感觉无孤单，感觉有一群人愿意跑走属灵敬拜上帝道路。但以理第2章17、19、19节，咱看但以理毋是家己一个人哦，伊拄着问题时，伊就甲伊的同伴做伙组织祈祷上帝，王讲伊的代志。这代志无处理好，抬头要安处理？伊就招伊的朋友做伙，天顶的上帝来祈祷，求伊怜悯，求伊启示啊。果然迄天暗时啊，
但以理伫异象中间得到启示，为着安尼，俄罗天顶的上帝，咱仰望咱的后一代有即款的组织无？你教会就是有即款的组织，属灵同伴做伙去做伙，做伙邻家，做伙祈祷，做伙看圣经，做伙来服侍。但以理迄年代，伊嘛是共款啊。咱帮助咱下一代组织这好的属灵同伴，互因建立甲上帝、甲基督徒美好的关系。啊，组织这好的同伴，你看哦，第2章49节，但以理甲王讲要求啊，我即马做上界悬的地位总管啊，我这朋友咧，你嘛爱邀请伊甲我做伙同工，互相牵绳呢。这上帝同伴互相牵绳，互相斗骹手呢，毋是只有顾家己呢。我仰望咱的后一代有即款但以理的心志，不只敬拜上帝，也牵绳其他好的基督徒，互因的性命会当来影响这世代。我相信这世代有需要更较好敬拜上帝即款但以理。新的时代，伫咱的社会，伫咱的国家，诚做真好水的工来荣光上帝。第5项，咱会诚做青少年非常坚强的属灵的盾牌啊！我讲一个故事哦，上稍微讲一个故事。这是 Acer 宏基的董事长，嘛是执行长吼。伊讲吼，这个人真特别哦，伊捌伫 Intel 上班。Intel 吼，伊是这亚太地区的总裁哦，全世界的副总裁。伊后来换到这 Acer 这个公司上班。你知影 Acer 迄当阵公司有好无？无啥好啊，即摆 Acer 袂歹对无？股票嘛最好对无？伊拄啊到即间公司吼，欠200亿，亿来亿去哦，200亿哦。上帝透过伊的手改变即间公司哦。但是伊信耶稣又了解一点，我过去所做一切，我即马了解是上帝拣选我，上帝甲我同在，互我有才调，互我有文书。伊信耶稣了，马上无几个月就甲圣经讲看了，真认真啊！一天几遍 RPG 你知影？甲同事一遍，甲太太一遍，甲后生一遍，甲查某囝一遍，甲教会的朋友各一遍，一天至少做伙祈祷3遍。伊就发现讲，祈祷无共款，读圣经无共款。但是我讲伊讲一句话真重要，伊讲吼。我对这世代青年学习新的科技、新的物件，但是我咱诚做伊的帮助，帮助伊坚持好的价值观、好的信仰、好的品格、好的方法。你知即摆世代吼，你的孙拢比你较厉害对无？手机也袂晓用，你问啥？问恁孙啊，问恁囝啊。新的时代甲咱无共款。会晓用 AI 的人举手，有咧用 ChatGPT 的举手，无几个吧？我有咧用啊，我知影啊。写功课真方便啊，写档嘛当写讲图片呢，你毋知道？但是我无用咧写啦。这个物件真好用，你讲伊对少年人学习这科技的物件，这真好。但是我爱诚做伊的帮助。信用品格中间来帮助伊。从稍要介绍大家读一本册，这本册足久的，叫《但以理读册法》。《但以理读册法》这本册吼是足久以前出的一本册，这韩国作者吼，伊讲吼，我想问啦，大家吼，你后生查某囝在读册时，你创啥？看电视，开讲。还是运动，你知影？这本册作者伊讲吼，我伫读册时吼，我的爸母伫祈祷敬拜上帝，流目屎伫祈祷虔诚祈祷，毋是咧看电视哦。咱咧想讲，
读册是咱的孙、咱的囝的代志。哎，好去读册，我来去享受一下，我来放轻松一下。伊的爸母毋是啊，因在读册，因在祈祷，读圣经，这是真好的模范啊！伊讲吼，我逐摆要想要做这歹代志的时候，突然间就跳出一把图，就是我的老爸老母伫遐拍册祈祷的图片，伊就毋敢去做这歹代志。我相信，咱来栽培咱的后一代有但以理的心志，调整咱每一个人，搁较侪亲近上帝，因的学习；搁较侪读圣经祈祷，因的学习。互咱的后一代拢真做但以理，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特别上帝祝福感谢你，伫新的一年开始，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有世代传承，互阮的后一代青少年会当群体主耶稣基督，互因有但以理的心志，互因有主耶稣的听，有真理。有上帝话伫因的生命内底，互阮这长辈真做因属灵的这盾牌，帮助因来起造美好的教会。伫这世代真做光，真做盐，求你保守，求你施恩祝福伫这中间，祝阮同心祈祷，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求，阿门。